救命啊！今日個香港客戶揾到我，想揾到呢個羅湖口岸嘅物業，佢嘅要求咧就要比較簡單嘅。佢話我唔想揸車，亦都唔想開車，我要求嘅係要步行過關返香港，以及要同呢個東鐵、地鐵、高鐵同呢個羅湖口岸無縫接駁嘅。所以佢嘅要求咧就係交通一定要方便，總價大概就200-300萬到啊，要求要現樓添。當時我聽到，嘿頭都大晒。不過唔緊要啊，咁啱我又揾得到喎。嚟，大家一齊睇下呢條樓啱唔啱佢啦？到啦，上到嚟啦，屋企竟然可以睇到呢個羅湖口岸。咁呢邊呢，就係搭地鐵、搭東鐵、搭高鐵嘅，所以你去邊處都非常之方便啦，係咪？嗱，咁對面呢個位置呢，就係香港嘅上水。喂，呢啲景觀真係開揚到不得了。唔知後中唔中意呢？嚟入屋企下先。咁呢度咧係餐廳一體化啦，整體空間感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呢度單位300零萬就可以上車啦，而且仲係精裝修現樓先，所以咧係完全冇任何風險嘅。咁呢邊咧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嗱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呢？